Buy to Let 公司數目創有紀錄嘅新高。根據呢個喺2月25日嘅報導，全英國總共有接近45萬間持有 Buy to Let 物業嘅公司，而2025年嘅全年用嚟持有 Buy to Let 物業嘅新註冊公司則超過66,000間，都係有紀錄嘅新高。而根據2026年1月嘅數字，相信呢個趨勢都可以喺2026年延續。而有調查顯示，新業主同埋較年輕嘅業主都比較傾向用公司持有收租物業。點解呢？主要係因為而家嘅免稅額自2021年起已經凍結，令到佢哋好易跌入咗去40% 嘅稅階，使到19% 至25% 嘅 Corporation Tax 變得吸引。此外，自2020年起，用個人名義持有物業再唔能夠享有 Buy to Let 按揭利息扣稅，只有20% 嘅 Tax Credit，變相令物業持有人更容易跌入40% 嘅稅階。準備投資 Buy to Let 物業嘅你又會點樣選擇呢？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